警察好歹图台视这全台湾丢惊，虽然嫌犯已经落网，不过伫做笔录的过程中，伊讲伊本身有啉酒，加上有互人喷这个咸椒水，才会杀警夺枪。不过这个讲法，警方认为讲这是嫌犯撇当就轻，想要盗撇行迹，怀疑讲嫌犯可能一开始就发现讲有原警伫家对，计划要杀警夺枪。因为这第一个会杀害原警叫做涂明成，伊手的虎口并无用情的火药反应，所以讲呢，因这个认为讲因小弟的死，这个明德外要加这个典狱长马负责。明德外狱间的典狱长杜聪典长官，你的欺上瞒下，就因为你是政务官吗？就为了你宝贵的仕途吗？殉职原警涂明成的阿姊真无欢喜，因为那毋是外一干通报无确实，反洗白发生悲剧。明德跟赖健就是这样血流光死掉的。法务部长、矫正署长，你们所作所为，每一步都在践踏每一个受害遗族的心。家属的目屎，互人真唔甘嘛，真心痛。面对阿姊的指控，面对外一干回应，一切拢照规定通报，不过完全会当体谅家属的心情。虽然目前已经抓到台西警察的嫌犯，不过对真粗残台西警察的手法，伊伫侦讯当中无讲啊真清楚，敢若讲因为家己有啉酒，讲喷辣椒水，才会失控台西警察加穿唱怪。台南警察局长彭永玲认为这是咧杀责任的讲法。范闲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基证，他一开始就是犯罪的动机就是要抢枪。侦讯要继续来进行，嫌犯讲原警有开枪，不过目前伫殉职原警涂明成的用枪无验到火药反应，一来有可能是祈求的是大量消毒水洗掉，二来有可能是互刺杀大枪，原警根本无法度开枪。嫌犯到底敢有企图伫第一时间到台西警察，检警要继续甲嫌犯咧搏心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